这么丑的荷包哪儿捡的？这是你口口声声称作女神的人亲手做的。哦，丑是丑了点儿，但丑的有特点，有风格，简直独一无二，仅此一家。九弟啊，你该同朕喝上一杯。皇上恕罪，今日是小皇子的筵席，理应向皇上请一杯酒，实在是小弟的不周到了。九弟，是三哥对你不周。皇上何出此言？三哥一直忙于朝政，把九弟的婚事都抛在脑后。听闻有几个藩邦公主，不仅貌美如花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朕找机会介绍给九弟如何？回皇上，婚姻之事确是大事，还请皇上容九弟思索几日。朕是开玩笑的。皇兄，九弟先干为敬。怎么我去了一趟厕所，这里就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儿？这是战争一触即发呀！绿丽，你看出什么情况来了？绿丽，绿篱还在凉亭里睡觉呢。娘娘，什么情况？奴婢，赵王，奴婢，怎么了？奴婢把赵王给打了。尼玛，赵王再没权没势，好歹也是个王爷啊！他是齐胜的哥哥，皇祖母的亲孙儿。哎呦，奴婢在亭子里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吓了一跳，就……宝贝儿啊，以后咱打人不打脸啊，打屁屁好不好？娘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会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呀？哎呦，不过赵王呢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也许是喝多了，在哪儿睡着了吧？李公公，去看看，别在外面睡着了。要是真睡着了，就把他扶回府里，别染了风寒。是。来，哎，去哪儿？哎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Oh my god！ 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儿，该不会是要看浩儿翻身的吧？朕是来找你的。这样的荷包，你到底做了多少个？天哪！他不会是发现我送给九王的荷包了吧？
这样的荷包，我一共做了2个，一个给了你，另外一个，另一个是谁？也姓钱。是浩儿啊，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荷包这种东西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皇上，后宫的娘娘们看到了我给浩儿绣的荷包，都可喜欢了，这都成了宫中的爆款了。朕问你，今晚你为何那么晚才回延禧？你在外面遇见谁了？皇上，赵王是奴婢打的，奴婢以为赵王要轻薄奴婢，所以才跟娘娘没有关系。你还见了赵王？我和赵王是偶遇的，赵王太可怜了，我就安慰了几句，还不是因为姜氏的事。强公公，快让我见娘娘！娘娘，皇上派了奴才和另外2个人来，要杖杀绿篱。我就觉得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一直提心吊胆的。皇上回到大明宫，就把茶碗瓷瓶全都摔了，像是还不解气，就突然要下令杖杀绿篱。娘娘，你千万要救救绿篱，奴才没有能耐，除了报个信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是绿篱没了，奴才也活不了了。别慌，都别慌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这本就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自该去领罪。娘娘再也不可为奴婢和皇上起争执。只是以后没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再倔强，不再自苦，不再……停！强公公，如果我能保住绿篱，你可否愿意帮我？娘娘，您说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招待好那2个人，把他们死死的扣在我宫中。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还在睡觉，一切都要等我睡醒之后再说。娘娘放心，这点抹杀人的本事，奴才还是有的。绿篱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宫。娘娘，你不是要带着我私奔吧？你想得美！赶紧跟我走，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皇后娘娘，赶快去把赵王给我叫出来。皇后娘娘，赵王现在不能见你。让开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让开！你不能进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赵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别跪了，赶紧去把你家主子叫出来见我。赵王殿下昨夜里宿醉头疼，身子还未缓过来，实在是无法见人的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什么宿醉头疼，就是不想出来见我。赵王，赵王，你要不出来，老子把你这里拆了！赵王，让开！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，让开！你不能进，别跟我家娘娘！你不能进，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！别跟我家娘娘！别跟我家娘娘！我自己来。你，好啊，
让老子安个房子找你。哎呦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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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不能去呀！赵王啊赵王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你织个面纱干嘛呀？怎么才来？还不是你的好侍女绿篱祖宗的杰作，我算是毁了相了，你还偏偏这个时候逼我出来见人。脸上挂个彩而已嘛，哪个纯爷们脸上身上没道疤呀？这叫有男人味儿。我很有男人味儿，并且我还是个纯爷们儿，不需要靠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伪装自己。你纯爷们儿？纯爷们儿为什么还会做出那种蝇营狗苟、卑鄙虚伪的事儿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说吧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，嗨，没事儿，我是纯爷们儿，不跟女人斤斤计较，我这点小伤过些时日就好了。皇后娘娘不必担心。我担心个毛啊！我是问你，你坏了我侍女清白这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我，坏了她的清白。晚上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凉亭里坏了她的清白吗？不然你脸上的那些伤是怎么来的？我脸上的疤是我自己挠的，行了吧？我认栽。娘娘，这是不愿赵王殿下，他喝多了，做了什么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？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有拼死抗争，才出了这样一个结果。这丫头的清白算是让你给毁了。皇上今天就派人来我宫里了，说是要杖杀了她。娘，咱平时关系也不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您想让我怎么着？您直接跟我说。娶了她。娶了她？娘娘，您要是让我去帮着求情，我二话不说，我现在立马就去。可是您让我娶了绿篱，这恐怕这情你是请不下来的。你丫是个二婚，你前妻是个绿茶婊，你能找着绿篱这样的好姑娘，不算亏了。反正今天您算是讹上我了，娘娘，您这实在是为难臣呐。这事儿呢，就算你帮我个忙，我承你个情，日后咱俩指不上谁能求上谁呢。若你要视而不见，绿篱死了，我给他拉个垫背的。那您这是在威胁我的性命了？你是个王爷，我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过这幽兰殿里好像还住着这么一位啊。你说我要对他做点什么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嗨，娘娘，这个我恨他恨得入骨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他的生死而为难自己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可废话的了。告辞。走。哎，我答应你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跪下？快，跪下！快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半夜的都不睡觉，赶紧都起来吧。这是谁呀？打扮的如此怪异。啊，绿王。绿王。赵王，
赵王有事儿找您。老二啊，这面纱怎么能是你戴的？你说你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整天打扮的娘里娘气，就算是你有特殊癖好，你也不能自甘堕落、破罐子破摔啊！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由于积郁成疾，内分泌失调，脸上起了疹子。老二，你何时才能不再为姜氏的事情伤怀呀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的情伤并非因为姜氏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谁呀？哪家的姑娘啊？她的名字就叫做绿篱。啊，皇祖母恕罪，都怪鹏鹏没有看管好自己的侍女。此事都是臣的过错，怎么能怪皇后娘娘呢？哪里哪里，希望皇祖母成全。何错之有？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哀家正在为老二的事情伤怀，老二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绿篱，平身，抬起头来。哎，这丫头不错啊，绿篱姓绿，又爱穿绿衣服，老二爱戴绿帽子，他们俩是绝配啊！是啊，他们俩都绿到一块儿去了。皇后娘娘，老二身边也缺个提己的人，要不你就把这丫头赏了他。既然皇祖母都已经开了金口，赵王又喜欢这小丫头，我就答应了。好，哀家明天就宣旨，把绿篱纳给赵王为妻。绿篱这身份是不是也低了点儿？从明天起，就是如人之位吧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起来。皇祖母，绿篱呢是侍女出身，所以我恳请皇祖母能不能把绿篱放在我身边多待几天，再学习学习。老二不急，哀家是无所谓。老二，你怎么看啊？皇祖母，不急，不急。娘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绿篱算是保住了。奴才就知道娘娘足智多谋，是用了什么法子？强公公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让皇祖母把绿篱赐给赵王了。那不是一下娃插在了，哎呀，为偏偏是赵王。要不是娘娘放下脸面想出这个法子，我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然是希望你活着，只是你出去一趟再回来，就成了赵王的人，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我先去茅厕鼓会儿。强公公，办完正事再哭。是。你去告诉皇上派来的那2个人，就说绿篱已经被太皇太后赐给了赵王，要杀要剐，管他老人家要去。是，娘娘。好好的绿篱，怎么就上了赵王的贼船了呢？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说天上的星星，哪一颗是你，哪一颗是我呀？
赐了婚。皇上，昨天晚上实在太晚了，没来得及禀报皇上，皇上恕罪。他的手段可真是够高明的。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没有受到处罚，皇后娘娘一定会感激您的。难道他真以为朕要杀人？皇上，你当时下旨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朕只是想让他来跟朕服个软，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求这个求那个，就是不肯来跟朕认个错。最让朕心寒的，莫过于他竟然不懂朕的心。绿篱赐婚，你哭什么？想他没哭，想他昨夜偶感风寒，难受。皇上，您出来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心情是否好些了？不好，现在连个懂朕的人都没有，朕如何会好？走，去幽兰殿。是。妾身给陛下请安。免礼吧。妾身与陛下真是许久未见了。妾身看陛下气色郁结，不如妾身为皇上泡一杯茶，帮您通经活血吧。不必了，朕只是路过此地，歇歇脚便走。最近陛下可是因为政务而劳顿，妾身看陛下精神确实欠佳。陛下为了政务，恐怕只会劳顿疲惫而已。现如今，陛下脸上却写着烦躁不安，恐怕是为了一个情字吧。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朕？不要自作聪明。妾身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还请陛下不要怪罪。妾身不过仗着与陛下10几年的相识，妄自揣测陛下的心意，想要帮陛下排忧解难罢了。那你倒说说，朕所烦心的是什么？人为了情，无非就是2种：爱别离和求不得。我猜陛下是求不得。人啊，总想着那个不想自己的人，没想到，到最后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他若能像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。妾身从前做了许多错事，现在已经幡然悔悟，别无他求了，只希望能陪在陛下左右。
帮你解忧。偶尔的你，倒是能为朕排忧解难，这倒是好的。只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……妾身甘愿降为婢女，侍奉在陛下左右。以后陛下再遇到这种烦心事，也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朕便答应你。谢陛下。这一大早还没睡醒呢，就把人家叫起来，带我来这么个荒郊野岭的地方，该不会是要毁尸灭迹吧？前面便是福源寺。寺呢？这不就是吗？哼，你逗我玩呢？这是山，不是寺。福源寺在山间掩映的树林里，从山下是看不到的。开始爬吧。爬？我是来烧香拜佛的，我不是来强身健体的。佛在人心中，心诚则灵。不经历一番路途，怎知你心中是否虔诚？爬，我爬还不行吗？来。皇上，你体力太好了，我都已经走不动了。在这里稍作休息吧。哎呀，皇上，您为什么突然同意来这儿了？该不会是为了爬山吧？朕只是想帮你完成心愿罢了。皇上知道鹏鹏的心愿？你不是说过，你是来求姻缘的吗？啊，我是说过，那晚留宿大明宫后，小柔曾提醒我不要以色侍君。可她不知道这句话直戳了我的肺管子，所以我就想来拜拜，希望能和皇上长长久久，和和睦睦。你果真如此想的？如果你此番来福源寺，还有什么别的打算，还是趁早打消那个念头为妙。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我哪有什么念头啊？我只想做一只小小鸟，但我并不想飞。我只求待在一个金丝笼里，不劳而获，免受风雨之苦。你并非小小鸟，你是与朕并肩看天下的皇后。刚才你那番话，几分真假，我自会分辨。近来你总是提及江氏，包括你对她的态度，已说明你有了从前的善妒。啊，我一点都不嫉妒。善妒、善变，甚至虚荣、蛮横，你从前失去的，我都会慢慢给你找回来。我会容你、纵你、宠你、爱你，直到你愿意牵着我的手，
与我并肩而立。齐胜，该不会是严晴南附体了吧？你又说胡话了。哎，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，与我所求相同。真乃曲径通幽处，不过山间豺狼猛虎多。虽是派人做了守备，但也是小心些好。这种香火旺盛的地方是不会有豺狼猛虎的，皇上你就别担心了。豺狼猛虎不可怕，只怕有些闲杂人等，比豺狼猛虎更要人命。皇上，您说这是哪的话？如果您觉得不放心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不必了，你只要选对了该选的路，就不会遇见豺狼猛虎。形势不对，杨言，你可千万不要出现。完蛋了 ，Game over 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偶遇啊！灵儿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啦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演技太过了，免礼吧。娘娘，都说福源寺里面有一片荷塘，是必赏之景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？啊，这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走。齐胜已经怀疑见九王的计划取消。别担心，鹏鹏姐，您不是常教导我们要准备好 Plan B 吗？什么 Plan B？ 走。哎，皇上，您知道荷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？知道，芙蓉。这个都知道。皇上，您知道千瓣莲为何中珍品？皇上，您在听吗？这双花心的称并蒂莲，3个花心的呢称品字莲，4个花心的称四面莲，多个花心的称五子莲、秀秀莲。皇上，灵儿，灵儿，杨言，皇上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灵儿会换水啊！杨言，救命啊！皇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！救命啊！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我陪他去换衣服。走。皇上，这水好浅呐！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灵儿，你这跟杨言结婚之后，你怎么也变二逼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今天不适合见九王，你说你还……哎呀，姐姐，
您就放心吧，灵儿这个计策绝对不会有人怀疑的。我假装落水，然后再拉您陪我一起换衣服，怎么会有人怀疑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教过我们，Plan B 不行，我们还有Plan C 呀。你假装落水也敢称作是计谋？你这是简单粗暴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这个酒王今天是万万见不得。为何见不得？这也行？你们俩跟我变戏法呢？杨将军，您不是在云溪平反吗？怎么忽然私自回京了？哈哈，皇后娘娘无需担心，云溪那边的事情臣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此次，臣必须亲自前来见皇后娘娘和九王殿下，有要事相告。杨将军要说什么？皇上平反了云溪之后，就要出兵北漠了。出兵北漠？届时齐胜定将亲自出征，这就意味着，北漠出征时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，我们的机会指日可待了。这么快？怎么，娘娘不希望我们的机会快点到来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怕我没有时间准备。娘娘尽管放心，一切交由我来安排，娘娘只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就可。皇上，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女人就是麻烦，我们家玲玲换衣服都要等上很久呢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和九王那么要好的原因。那臣就说了，皇上您可别生气。免你死罪。实不相瞒，臣虽然是个男人，但臣也是个外贸协会的荣誉会长。九哥他吧，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说下去。哦，九哥他乃当朝第一美男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而且有勇有谋，性格又好，又柔情似水。他对谁柔情似水？对我，对我柔情似水。够了。这段时间想要见鹏鹏一面，着实很难呐。我知道，九王殿下是因为那些闲言碎语担心了，我也最不希望你多心。我是不会听信那些小人之言的，只是一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却和别人朝夕相处，心里很不自在。现在时机来了，只想快点事成。你的用意无非就是让我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不要动摇嘛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有此番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我都应该明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现在不是计较个人私情的时候，一切事情应该从长计议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此番话，鹏鹏也要谨记在心。什么情况？突然就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去，这么都能睡着啊？
起驾回宫。是。皇上。赵王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呦，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现在啊，也只能凑合让你来当我的军师了。怎么了？赵王，昨天在福源寺，我与九王接头了。皇上发现了？皇上倒是没有看见，但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怕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所以昨天从福源寺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特别焦虑。娘娘，你这是糊涂啊！那皇上对你说了什么吗？他只冷冷地跟我说了4个字：起驾回宫。之后这一路上，一直回到宫里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吐出来。娘娘，皇上这是在等你自己表态啊。好不容易换来的帝后和谐，不能这么毁于一旦啊！与其在这猜来猜去的，不如去大明宫跑一趟。啊！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我的。哪来的你？我的榴莲！皇上，此次这是九王让臣随他去福源寺见皇后娘娘，唯有臣的出现和臣带来的消息，才能稳住皇后的心。这说明他们之间确有嫌隙。此次至暗中将你从云溪调回圣都，他们可有所怀疑？依臣所见，他们并无疑虑。臣说是臣的亲信护送臣出了兵营，此事无人知晓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他们都谈了何事？皇上，正如您所料，他们要在北漠对您下手。唉，我的逆子扬言，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。杨将军，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为南下朝屡立战功。到时候，无论如何，朕都会对扬言网开一面的。谢主隆恩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明日你便速回云溪，定要全胜而归。至于九王和皇后的事，朕早已有了打算。待你大胜归来之时，便是朕的计划开始之时。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扬言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玉。您都不知道，杨言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也见了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的。
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。他还说，如果皇上对我是真心的，怎么会把江氏留在身边呢？当然，我不是想让您把他赶走的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，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啊，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鹏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先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。你去，你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的，这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你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迁就你，和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！我忍够了！我不想再忍了。娘娘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你不能去，皇上，皇上，滚开！不能，皇上。
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你！皇上，我说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后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后娘娘吧！你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，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少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要再辩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话。齐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。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，瞎说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您继续想，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他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皇上，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，您有什么烦心的事，跟奴才说说，奴才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。相公公，朕正要问你，昨日朕醉酒，夜宿兴圣宫，你为何不拦着朕？皇上，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，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？那朕再问你，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。就算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
带着10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。皇上驾到！他竟然来了！绿篱，你快看一下，我这打扮行吗？娘娘，您的气色好极了，包括您穿衣打扮呀，也都美极了。您快去见皇上吧。皇上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屋啊？朕觉得进去说话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是朕的皇后，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可是朕不喜欢强求别人。做都做完了，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？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，是非分明，所以朕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了。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？朕想知道，自然会知道。朕想告诉你，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。从今日起，朕会用尽一切方法，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，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从即日起，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，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，更要与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说走就走，保持距离。娘娘，据可靠消息称，皇上和强公公去幽兰殿了。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，不动我一根手指头。合着又想起江氏的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身材比他好。不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。对呀，娘娘，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。绿篱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皇上，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又缓和了许多，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。映月，很多时候一脸无辜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，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利器，刺痛他人，更刺痛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奴
奴婢已经不再奢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，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，伺候着你。你留在朕身边，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，也会让朕误了自己的感情。如此下去，是害了你。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，求您别让奴婢离开您。来人，赐酒。皇上这是要赐死奴婢。娘娘，怎么回事？大事不妙！我去了之后，门口有侍卫把守着，不让我进去，说是皇上有事要谈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有事要谈？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？不行，齐胜他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走。